大家好。閱讀咧其實係我哋世界嘅擴闊，不過好慚愧，作為凡人嘅我哋，閱讀口味並唔係時常都咁廣闊嘅。尤其對於世界文學嚟講，唔同語言、唔同地方嘅作品、歷史嘅經典同當下嘅名篇，實在係太多啦，太挑戰我哋嘅閱讀口味同文學認知嘅廣闊度啦。咁而一年一度頒發嘅諾貝爾文學獎呢，經常都係促進我哋拓闊閱讀口味同文學認知嘅好機會。我哋今日就要嚟講下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國女小説家韓江嘅著名小説《少年來了》。韓江1970年生於韓國光州，畢業於韓國名校延世大學嘅國文學系，現任韓國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嘅教授。佢被稱為次世代韓國文學旗手，出身於文學嘅世家。